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稻啊上惊生稻虱这种的害虫，总是咧造成着农民真大的损失。农委会农业试验所经过长期的研究，推出着新的品种台农85号，会当有效来对抗着稻虱。所以特别伫台南的后壁区来举办着试种的观摩会，有真侪农民来参加。台湾生产的米品质受到民众肯定，不过水稻啊上惊稻虱的威胁，因为真细只加上拢伫水稻的紧步，常常发现的时拢已经真严重，造成农民真大的损失。为着减少病虫害和减少农药的使用，农委会农业试验所嘛改良新品种台农85号。农事所历经多年的努力那我们导入了野生稻的一个抗虫品种、抗核飞丝的品种，那完成了这个台农85号这个新的品种。这个新品种的稻米，台南后壁区有农民主动试种，农委会嘛选伫29号举办观摩会，邀请在地农民来了解。目前为止，它在抗飞丝上确实是有比较突出。后壁区农会嘛真关心台农85号，除了希望农委会赶紧把这个品种推广出去，农会嘛积极来媒合行销。对咱85号，赶快有益泉下面的香气，但是伊对咱降低咱的病虫害以及那个产量也比较增加。农业试验所透过这摆观摩会，除了展示新品种，嘛希望鼓励农民会使来使用，提升台湾农产品的品质，减少农药的使用，让消费者会使更加安心。